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沙目鱼。讲过去2年半以来，沙目鱼的拍卖价是起6成6。外界质疑，都是因为鱼温啊，拢用来种电，用来按太阳能板，所以饲沙目鱼的鱼温啊，才会大大来减少，才会害沙目鱼起大价。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100%毋是安尼哦。陈吉仲讲，饲沙目鱼的面积会来落降，是因为饲蛤蟆的面积增加的关系。 沙目鱼整个真香，煮做沙目鱼糜，别互人看甲脆烂插插体。真侪人来到台南旅游，容易点一碗来食看卖。沙目鱼嘛是真侪人客真爱买回来做料理。不过最近若想要食，可能都要加啉钱啊。虱目鱼有贵一点吧，量比较少，晚一点来就比较没有了。因为沙目鱼2年半拍卖计销起6成6，外界到这期是因为这几年鱼粉啊拢伫咧说太阳光电板，饲鱼的面积变小，量少。 计销嘛对咧起价，互鱼贩啊慢敢进收这货。本来1斤100块，对不对？它涨到1斤150嘛，种电啊或干嘛的，是缺人工，懒得养，划不来，量少那就贵嘛。 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出席活动时，随背回这个要件，来看104年到107年，婚林中华饲粉油的收成率少，养殖区就慢慢刷到高南地区，加上109年沙目鱼的计销价，渔民趁少，才造成这5年来超过1000多公顷饲沙目鱼的面积转做是饲粉油啊。嘛强调111年渔电共生才打开始进行，和渔电共生有关系养殖面积，全国敢若占3.6%，所以并无受到光电板的影响。不过鱼的计销起价是事实，112年5月沙目鱼平均起价1公斤就要111块，和最近3年同期比平均起26.3%。不过农委会强调，今仔饲沙目鱼的数量已经恢复到这几年的水准，如果下半年量和计销地当慢慢回复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